有前線警員直斥落馬洲分區指揮官蘇澤雄上任之後就嚴如土皇帝。蘇澤雄每日返工放工都有警員為佢開路，等佢喺往返落馬洲警署同埋位於牛潭尾嘅住所嘅8分鐘車程可以路路暢通。我哋嘅記者一連2日直擊蘇澤雄返工放工嘅情況，佢2日都係喺清晨6點幾揸車離開住所返工。喺佢途經嘅新田郵政局同埋落馬洲公共轉車站出面，早已經有警員恭候。期間警員向在場違例停泊嘅司機作出勸喻，而當蘇澤雄座駕駛過之後，警員亦都收隊啦。警方發言人回應嘅時候就話，落馬洲分區指揮官係利用返工放工嘅時間監察上述路段嘅交通情況，以便能夠針對實際情況而調整交通管制措施。有關嘅措施並唔涉及個人因素。不過有區議員就形容事件難以理解，直指有關嘅路段喺清晨時分甚少會出現擠塞，質疑有人公器私用，有濫權之嫌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